辛苦你了，委屈你了啊！谢谢。加油！加油！妈祖饼啊！保佑！妈祖保佑大家，妈祖保佑大家。谢谢我们的精彩，加油！加油！长官。谢谢。像从我们这个武汉肺炎开始到现在哈，那首先还是要谢谢我们在第一线的所有的医疗人员的一个这个辛劳。那特别是说我们医师在第一线发现有状况，把它转诊到这个大医院去，那让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疫情呢能够及早控管，然后做好最好的一个安排。那我想这段时间来，对于蔡医师真的是很委屈哦。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民众比较不了解这个的流程，可能是因为恐慌，那甚至做一些不实的一些转播，那这相关的部分我们也责成呢，这个送办了哈。那我们就希望说这段时间来，那所有的这个疫情都在中央跟地方卫生局这边做好最好的一个这个管控。那有状况、零星状况，我们马上做处理，就是不希望来带到社区里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乡亲不要恐慌，那一起配合我们整个防疫。进出人多，或者说你进出医院记得戴口罩，记得勤洗手，做好个人卫生及消毒。我想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呢安全平安。那不要去听这些相关的这个网络啦什么的一个这个转载，那我们都会用最快的速度做好相关的一个消毒防卫的一个部分，也请我们乡亲这个放心哦。连我们局长这个专业的都敢出示公文，大家就可以更放心了。是我们的现场，我们的局长，我们一届的前辈长官，对我们的乡亲给我们更大的推荐，让我们得到的东西能够第一时间去那这段时间那个病患减少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我想面对这种困境，大家是同一条心，那已经不是我们考量的重点，大家都平安是最重要的。是的，谢谢所有的我们站在第一线的所有的医疗人员哦，那以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大家对于整个的一个防疫、整个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努力，我想在这边再次的谢谢大家哈。对了，加油！该动的都动。辛苦你了，委屈你了啊！谢谢。加油！现在还有妈祖饼，还有妈祖饼哦，保佑！妈祖保佑大家，妈祖保佑大家。